心急啊！好緊張啊！首先你梗係季軍先㗎啦，第3名，保良局全港19區業餘歌唱大賽總決賽嘅季軍呢，就係唱《Careless Whisper》嘅阮兆祥先生，恭喜晒！你可以得到現金港幣3000蚊啦，愛華音響組合、寶麗金唱片公司嘅歌星合約同埋香港電台嘅合約嘅，恭喜恭喜！好啦，到亞軍啦噃。亞軍呢就係唱 Just Once 嘅龍子王，恭喜晒！恭喜你！你可以得到嘅獎品係現金港幣5000蚊，日本航空公司單人來回東京香港機票，愛華音響組合、寶麗金唱片有限公司歌星合約同埋香港電台嘅合約嘅。好啦，冠軍誰屬呢？哇！準備啦噃！好緊張啊！保良局全港19區業餘歌唱大賽總冠軍就係無之戀李克勤。獎1萬蚊啦！日本航空公司單人來回東京香港嘅機票啦，愛華音響組合、寶麗金唱片公司嘅歌星合約同埋香港電台嘅合約嘅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晒3位！喺呢度咧，多謝廖本懷政務司、黃敏超主席同埋曹金林副主席嘅，好多謝晒！多謝晒，唔該。咁我哋喺呢度咧，不如請我哋今晚冠軍嘅歌手同我哋唱歌好嗎？一定要你，一定要啦！無之戀。